来继续来看中选会今仔日举行主委的交接典礼，新主委尤英龙甲其他3个委员正式来就任，也就是讲已经停将近半年的中选会复活了，打来要恢复正常运作了。交接应感代表尤英龙上亲，自今仔日开始，伊就是中选会主委。中选会事实上正面临6大挑战。6大挑战包括公投白大选、不在籍的投票、立法院公投案、中配的参政权、AI 侵quyền信息、甲中國解散的問題。其6在野黨攏把焦點放伫年底公投。所以我们这集会提出安乐死，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在柯批竞选总统是非常重要的政见之一。针对公投提案，相信在野阵营一定会充分的沟通合作，尤其国民党跟民众党团3长也都有定期针对议题来做沟通讨论。国民党按算要提变形的公投，民众党是想要討論安樂死的議題，一個牽涉人權，一個牽涉性命權，一個浸水未死，有主委要安怎面對？法无明文规定，立法院所通过的公投案，中选会必须照单全收。因为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案，所以中选会必须更加的审慎。如今立法院调小野大，尤英龍會當就任也真無簡單，因為介意洪上集立法院標決的名單，7個都紅好過3個，未超敢若通過主委尤英龍甲3位委員，李禮中、蘇家宏甲蘇祖橋。行政院也將會補提名3個，分別是公務體系出身的退休警官沈淑輝、少年律師蔡維鐵，甲法務部政務處長黃寶信，因攏是法政出身。行政院也強調，因有實務經驗也無動職，都看在野敢未接受。行政團隊還是會盡全力跟立法院來溝通，3位委員的趕快加入，能夠讓選舉事務的方方面面能夠更加周延。中選會重新啟動，敢未加做調野加向和諧的頭一步，等看這份善意有偌濟，會當擋偌久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